处断，却看乾坤莫山在。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。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。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。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哟，这不是扬州来的画师吗？大伙儿都走了，就您一人留下了啊。这个腰中盘缠紧张，想卖几幅画就走。哦，老板给找间房。有，里边请。哎，先生，您卖画可得当心。哦，怎么？昨天钟文奎大人的家奴偷了一幅什么图去雅墨堂卖，一下给官府给抓走了。哦，有这种事儿啊？听说画是皇上御赐给钟大人的。钟大人家的小姐喜欢你们扬州的画，就把这个金敏之的这个仿作给取下来了，哪料到家奴偏偏拿到街上卖。哎，你说巧不巧啊？他怎么偏偏就撞在金敏之的手里了？啊，后来呢？那后来呢？不清楚，百姓们都在议论这事儿呢。那钟大人他可是个好人呐。先生请，您呢就住这儿啊。总之，大清欲强盛，需要尔等尽心尽力，勤劳王室，报效朝廷，切切不可怠慢。各位爱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皇上，臣有奏折一本。呈上来。这是什么？启禀皇上，这是皇上赏赐给钟文奎大人的《桂枝梅雀图》。这幅《桂枝梅雀图》怎么到了你的手里？这是微臣在街市旧货摊上买下来的。皇上赏赐的珍品字画，竟当作破烂进了街市，臣以为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啊！皇上，这何止是大不敬啊，这简直是戏弄圣上，当以欺君之罪处之。
钟爱卿，臣在。可有这么回事？禀皇上，此乃家人所为。臣吃饺以后，上下查询，方知偷盗之徒已逃之夭夭。臣家教疏漏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惩处。皇上，钟文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臣以为他是在诡辩。这幅桂枝梅雀图本是挂在花厅正堂之上的，为了标榜新派，他将扬州画师郑板桥等人所做的字画替换了御赐字画，并言以旧换新，这是他的家人亲口招供的。有这么回事吗？臣与扬州画师素有交往，花厅悬挂了他们的字画也都是实情。但是凌大人所言，大是偏颇荒诞。皇上御赐给臣下的极品字画，臣已收藏，意外的被家人盗走，也是实情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以为钟大人所言合情合理。钟大人一贯忠君大义，怎会为一幅御赐的字画说出什么以旧换新这样的蠢话？皇上，臣以为张大人言之有理，钟大人家人所为，当追究其家人的罪责。如此说来，皇上御赐的物件当街做了破烂，辱君之罪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？你们就是这样忠君的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报！启禀皇上，贵州巡抚500里快马送来紧急奏折，要面呈皇上。呈上来。这钟文奎，臣在。你自己看看。钟文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，阿尔坤所奏事出有因，微臣在贵州平叛，确实给一些白莲教民发过一些钱饷。据微臣所查，白莲教并非全是叛匪，多是贫苦百姓，他们造反纯系一些地方官吏欺上瞒下、敲诈勒索所致。微臣不忍大动干戈。钟大人一向是皇上，钟文奎一派胡言，微臣有阿尔坤书信一封，据他亲眼所见，钟文奎为保一方平安，邀功请赏，不惜动用国库把叛军调往云南作乱。尤其不可宽恕的是，这些叛匪首领至今和钟文奎来往频繁。此事可有？皇上，那些迷途百姓的确曾来府邸谢我当年宽容之恩呐。皇上，够了！钟文奎，你知罪吗？臣知罪。你这犯的可是死罪。朕念你是辅佐先帝之近臣，
免你一死。来呀！这摘去顶戴花翎，送三法司会审。这出事了！老爷，放了王爷！不能走啊！别把王爷带走！我害怕。王爷，爹！老爷，你可不能走啊！老爷，放开我！老爷，放了，照顾好你娘！老爷，让他走，我可怎么办啊？老爷，爹不能走啊！老爷。娘，你开开门呐！开开门呐，娘，你开开门呐！娘，你开开门！娘！哎，看看，大人家出事儿了！哎呀，那就看看宋公大人家出事儿了，让人给抄了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这是？让开让开，上车！往后！别急！退后！往后退！老弟，不要急。爹，我娘她，你娘她怎么了？我娘她上吊自尽了。爹，快上去！死人了！爹，好女儿，你爹无罪啊，总会有一天事情会大白于天下。爹爹只是担心你孤苦一人，可怎么办呢？上车！爹！钟大人！退后！郑先生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是来看你的。郑大哥，郑先生，他就是找你买清风竹海图的公子啊！他为了寻访你，不得不女扮男装啊！爹！好，等我来。女儿，爹不能走啊！不能走！女儿不要哭，你娘去了，爹爹就你一根苗啊！听爹爹的话啊，要活下去，不管怎么着，你都要活下去。等着爹爹回来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女儿，好好活着。钟大人，时辰已到，休怪小官无礼了。走开！走开！女儿，让开！姑娘！郑先生，老夫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好人。老夫把女儿拜托给你了，老夫就是一死在阴曹地府，也会报答你的。放心吧，钟大人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您老多保重啊！走！走，郑先生，拜托了。钟大人，放心吧。
喝点药啊。喝了吧，喝了就好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我命不好，郑大哥，我要是没碰上你这样的好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别说了，好人多着呢。等到了扬州啊，我还有一大堆的好朋友，他们都会帮助你的啊。早点歇着吧。郑大哥，你别走，你上哪儿去？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着你啊！快吃药吧，吃完了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慢点，不着急啊。妹子，你还行吗？要不我来背着你吧？啊，来。我没事，郑大哥，真的。啊。妹子，咱们离扬州啊，就不算太远了。等到了扬州呢，咱们呀，找到你另外的几个大哥，到那儿啊，把你给安排好，然后呢，就到兴化我家里啊去看一看。我们家呢，和兴化那个地方，郑大哥离的，你们家离扬州远吗？啊，不远啊，还有2个时辰就到了。我家呢住在板桥村，村头有座木桥，我们板桥村呢也是由此得名，也就有了您的名字。哎，你可真聪明。哎，你看，这就到了扬州城了。来，你看啊，这儿可热闹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板桥师傅吗？啊，听说您到京城去卖画去了啊？哎，您这画卖的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。还带回一徒弟来啊？是同路而行。哦，回头见。好。那就先给你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嗯。哎，你看，你就先住在这儿吧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这儿有房间吗？啊，有，请问要几间呢？1间。哦，好，小二，哎，过来啊，看着点，二位请。好，来。啊，请，楼上啊。二位，哎，慢着点啊。您看，就是这一间啊，满意吗？啊，挺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好，梅子姑娘，我现在啊就去找你黄大哥，你可千万别乱跑啊！哎，给你，这是一点散碎银子，你如果万一出去呢，别让人家看出来啊，你是个女的。嗯。啊，我现在去就回来，把门关好。老板，你帮我盯着楼上那个少爷啊！哎，好。
鄙人郑板桥要见麻通判家的教书先生黄慎。哟，郑画师。哦，请跟我来。好，谢谢。请。注意了，下面跟我念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来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首诗是谁写的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是李府，是杜白，是李府，杜白，李府，杜白，李府写的。杜白，李府，杜白，李府。你们是怎么听课的？怎么听的啊？李白、杜甫。李白，你们给我把名字给我背熟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老师，板桥，板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。好，等会儿啊，你们都给我好好念书，听见没有？不许再胡闹了啊！来，过来。八角兄，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有什么事儿。是的，咱们去净业精舍找金农、汪世慎他们再说，好吧？好。走。哎呦，王先生，您这次来是听唱还是听曲儿啊？都不是，我是来找大掌柜的。啊，找胡四爷呀？啊，有要紧事，请您禀报一声。好，您稍后啊。四爷，请。哎，您来了。哎，请。王先生，你侯四爷找我？哎，侯四爷，我是给你送货来了。妙龄女子才貌绝顶，四爷买报。人呢？谈好价，我带你去看货。啊，里面请。四姨。说吧，是个什么人呢？芳龄16，琴棋书画样样行，花容月貌，父母双亡。该不是侵犯之后吧？哼，信得过你就买，信不过我去找别人。依我之见，四爷，你这红月楼没有一个女子可以与她相比呀。开个价吧。1000两。哼，我说你该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就回头见了。胡四姨。慢，带我去看看货。行，不过一切得按我说的办。哎，板桥啊，板桥，板桥，来，都来了，你们都来了。板桥，板桥回来了啊，路上还好吧？啊，好，哎，你们坐吧。啊，哎，好，坐吧。哎，坐，坐。好。哎，你们一离开京城呢，就出了大事了啊！钟大人被人陷害，被皇上革职削官，送到三法司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好了，下去吧。那你快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事说起来啊，跟你我还有瓜葛呢。你们走了以后啊，四爷这就到了。
别看，就在这儿。卖箩筐嘞，卖箩筐嘞！人还在吗？在上面啊。随请啊，跟我来。请。您小心。四爷，就是这间。是，我说了，他这间房子包出去了，你们就是不信。夫人，您自己瞧瞧吧。您瞧。你们找谁？对不起，公子，这位夫人她想包这间房子，我说有人住了，可她就是不信。这您看看。说的真是没错呀，长得有模有样的啊。没什么事儿了吧？哟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。哟，好一个潇洒的公子啊，长得真像一个千金呐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打搅了打搅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怎么样？姑娘不错，我要了。那是。不过话得说明白，不会是个男的吧？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这还能开玩笑吗？他是男是女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么吧，你要发现他是个男的，我立马把钱退给你，还不行啦？那好，走吧，把钱付了，我来拉人啊。钟大人是受小人陷害，才遭受着不白之冤的。小梅是忠良之后，咱们得想办法把她给安顿好。那她现在在哪儿？我给她留了一些银子，把她安顿在广元客栈了。可是放在客栈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咱们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对。是啊。我那位汪夫子家是不能去的，他的那位夫人非把梅子吞掉不可呀。皇婶，你在扬州又没有一个窝，他家又不能去，我们的妻子又在身边，这天长日久总不是个事啊。看来只有金农你这个敬业精舍了。鄙人再怎么说，养个个把人还不成问题。我从乡下请来的丫鬟哑女可以陪陪他，各位放心，我就算领个小妹妹就是了。是啊。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小梅姑娘怎么样？好，走，咱们走。好，来。C， 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把他骗出来。你好，人还在上面吗？对，还在楼上。你去吧。好。谁呀？小姐，是我呀，我是你的家奴王明德呀。王明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的家奴王明德呀。小姐，我是来告诉你，那些字画都是马福头的，说是老爷不要了，我又不识字，就是想卖几个钱养家糊口，谁知让金敏之给碰上了。小姐，奴才该死，给老爷惹下大祸了。小姐，奴才该死，起来吧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，快起来吧。
奴才该死。对了，后来你是怎么到扬州来的？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抓走以后，他们对奴才就看管的没那么严了。奴才在晚上趁着天黑就偷偷的逃出了牢房，怕人认出来我就一路讨饭跑到了江南。我听人家说这扬州好，这里有钱人多，我就到了扬州。刚才看见小姐女扮男装，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那以后你也打算怎么办？小姐，奴才就在那边街口一家作坊里面找了个活干。如果小姐有什么跑腿儿、扛个东西，一定来找我一定尽力办。多谢你的好心。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我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奴才干活的地方离这不远，小姐跟我去看看，去认认路。以后小姐有事叫我好为小姐尽力呀。也好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小姐请。小姐，这边，跟我来，这边，你看这边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我！你们看着马快走！来，就在上面啊！来，就在这儿呢。梅子，是我呀，板桥哥呀。梅子。梅子，老板，刚才我们屋里那个少爷，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他一个人上街去了，也没说去什么地方。哦，咱们先到屋里坐吧。要说他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啊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先在这儿等会儿啊？我担心梅子八成出事了吧？这不会吧？算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各位还是先回去吧，免得家里人惦记啊。板桥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得把他找回来。大老远的，我把他带到扬州来，这万一要出点事儿，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呀？要是去的话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去找吧。算了吧，你们大家还是先回去吧。明天我一早到你们的净业精舍来啊！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。
板桥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是。不管怎么说，也应该有点消息啊。是啊。板桥回来了。板桥回来了，找到了梅子没有？啊？怎么样啊？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快点！快点抓住他！别跑了！快点！站住！这边来，快点！快去！梅子，张大哥，抓住他！张大哥，张大哥，梅子，你快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别着急，我的家都把我出卖了，他们现在正在追我。这样吧，你们4个先在这应付一下。梅子，你跟我来。快！我看这样吧，咱们还是先进屋去吧。好，走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在这，走，进去，走。走。慢着，这边，那边，走，快！跑哪儿去了？我问你们，听着，谁是这房子的主人呢？啊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？私闯民宅，你可知罪呀？什么酸溜溜的？走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都给我认真搜，认真搜，别落下一个角落啊！码好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看什么的？我们在找人。你们看见一个姑娘没有？啊？我问你们呢。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你还蛮嘴硬的。我问你，看见那个姑娘没有啊？啊？男的嘛，倒还有几个，姑娘没看见。装什么糊涂呀你？嘿，你知道你是跟谁说话吗？你去扬州府马桶办家打听打听，我是谁？好，跟你们这些穷秀才扯不清楚。他妈的，这明明看到跑到这个院子里来了，难道他会长翅膀飞了不行？啊？那好，你们就搜搜看吧。啊？是啊。走，给我搜。走。哼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。你们2个跟我来。好，走。里面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有人没有？抓住他！快追！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快追！抓住他！快住他！别跑了！快，到那边去！找到没有啊？没有啊！哎呀，闷死了！
啊，快点往那边追！啊，那边，快快快！快点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他说什么？哎，走！哎，板桥，来，咱们到后去，快点！来了。梅子姑娘，出来吧，他们走了。谢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哎，梅子姑娘，快快请起。梅子，可找到你了。哎呀，真有梅子，你看看，你这一出走，可把郑大哥给急坏了。是啊，多谢郑大哥。就别客气了。哎，梅子啊，这是咱们前世有缘。这些人呢，虽然都见过呢，可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这是金农金大哥啊，金大哥，这位是汪大哥，汪大哥，这个呢是高翔。高大哥啊，高大哥啊，对了，这位是黄慎黄大哥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北京那个对子啊，就是他对出来的。黄大哥啊，那个对子是我和郑大哥一起对的。哎，好了，我看你到了扬州啊，这到处都是板桥的朋友，现在啊就调到了朋友堆里来了啊！哎。咱们到屋里聊啊！走，来，哎，走到，说话呀！你们都哑巴了是不是啊？鲍司仪，东街北街奴才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到。你呢？你也没找到？司仪，找到了。小的不就带回来了吗？我白养了你们这一群人了啊！简直是一帮废物！都给我滚！是。哎，司仪，司仪，哎，怎么样啊？我就不相信，他能从扬州城消失掉了不成？你去，把那个王什么德给我找来。是。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雨打风吹不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几回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